我哋本來剪咗好多條片，但見到又係肥良話佢唔係咁擅長嘅公仔，都覺得有啲悶，所以決定推廣另外一樣嘢。5月尾香港舉辦嘅 Comic Con， 我哋打算推銷公司嘅版權去吸引投資者，而當 AI gen 出嚟嘅嘢喺1年間以今非昔比，肥良覺得可以拎之前用原畫做 AI 嘅嘢搞得更好，一啲讀者同埋觀眾可能接受嘅質素。AI 系統 CDAN 2.0非常犀利，同時亦搞到其他 AI 公司加強佢哋嘅系統，而呢個情況就對我哋有成功版權嘅公司有利。呢半年其實我哋揾咗唔少 AI 高手同埋佢哋嘅公司一齊合作，開拓我哋海洋創作嘅版權，發展唔同風格嘅 IP 作品。同時為咗了解 AI 嘅能力同未來，我哋都唔可以偷懶，要學識製作流程。有肥良對構圖同講故事嘅能力，我哋就試下用唔同風格嘅 AI 製作。當然比起我哋專業團隊嘅拍檔仲有好大距離，遲啲落實晒所有嘢就會俾大家睇佢哋嘅能力。點都好，我哋會繼續努力，試下先掌握 AI 嘅短劇或者電影作品。以我哋見到拍檔嘅最好成績，海虎動畫亦有機會喺未來幾年喺大銀幕同大家見面。如果有朋友5月會到香港睇 Comic Con， 到時就同大家見面。